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讲跋筊说跋筊，国情啊，你较讲嘛跋筊，人讲跋筊解唔好。啊，你也斟酌听呢，到底跋筊是解起来唔好，还是跋筊非常唔好？人咧讲这句话吼，原来有玄机啦。不过有人讲人生袂输，敢若嘛是一场赌局。所以吼，跋筊内底情理应用人生，提醒咱境界，这原来有好无歹。像讲到跋筊，人有一句话讲叫做骄媚，你听国情啊讲，骄媚原因就是对鸟袂来，鸟媚就是古早人咧掠鸟的人，鸟人啊囥伫遮，一条工吼掠一只小翔的鸟啊，囥伫内底。啊，当然迄只鸟啊，脚就爱甲拔起来，拔伫咧鸟篮啊顶头。人把只鸟啊看着讲有影呢。迄内底有咱共款共种的鸟啊，就飞入去鸟篮仔内底，门才甲关起来，安尼叫做鸟媚。内底迄只咧诱拐别只鸟的，古早人就是讲叫做鸟媚。即句原来少年家较罕得讲啊。啊，当然有鸟媚就有鸟媚，简单讲啦。人跋一忝的，跋斗空的啦，明明四脚伫咧伊啦，哪会干那输你一脚？因为因另外迄三脚都互相咧做鸟媚咧。咧拐你入红啦，即款情形爱境界，毋则讲鸟中有情理咧藏人生，咱来当体会、当理解，安尼真正有好无歹。啊，讲有鸟媚即个鸟，就无公平哦。本来跋筊是纪律学，无毋对，有可能你赢，有可能我平，这好歹离运的才对呢。结果毋是，靠鸟媚就是啥？讲白话，人即马吼，常常伫咧讲的，讲即个做跋歹筊。做手的，毋叫做跋歹筊，正拄对，拄是，你着爱警戒，着爱提防。人迄烂糊无影伫遐，你行对遐过会跋倒，下摆毋通阁行对遐过咯。安尼吼，才袂常去互乌窟啊，你对遐跳落，跋歹筊的情形，阁再做无着。啊，当然啦，无论好筊还是歹筊，真侪人筊若输，伊就想讲我要阁拼，筊输就跋大。本来月入咧领都好势好势，结果毋是。即马吼去买一间厝，贷款5、6千万，银行看我有对，毋则要贷款我才济。对啦，无毋对，讲安尼有哈啦。毋过吼，领月入袂付啊咧，规气咧做生意，啊万不利咧，万不利生意若做无成咧，当迄间厝转互银行去顾啊。安尼叫做教输跋大，迄是冒险的人特别咧讲的一句特殊的台湾话啦。